多謝主席，我發言係支持陳勇議員提出嘅議案，並提出我嘅修正案。北都作為香港未來發展嘅新引擎，涉及嘅面積廣、項目多，橫跨創科、經濟、醫療、旅遊，以至房屋同埋其他嘅民生配套，我哋實在係有必要提速、提效、提質建設，並將香港打造成南金融、北創科嘅新經濟格局。創科產業係北都發展嘅重要元素。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4大重要合作平台之一，如何做好協同效應係創科產業成功嘅關鍵。我肯定政府過去幾年積極建設河套香港園區，由零開始到目前園區已經開始營運。深圳園區嘅規劃同香港園區綱要已經先後出台，為促進河套港深兩地園區跨境要素流通等下明確嘅方向。目前更重要係做好對接，將政策落地。政府已經提出爭取今年內會完成北都專屬法例。專屬法例可以提供制度嘅彈性，容許具策略價值嘅項目先行先試。訂立法例只係第一步，我哋都要透過法例做到拆牆鬆綁，將香港同內地相關嘅法規同埋政策做好深度嘅對接，尤其係針對跨境要素流通、標準互認、監管協同等嘅方面，構建一套融通兩地嘅規則體系，將一區兩園嘅獨特優勢發揮好，加快創科產業落地。隨住香港園區陸續營運，我期望特區政府密切同深圳市政府溝通，加快兩地園區嘅跨境橋，以至係新1號通道建設同埋開通。香港呢邊亦都可以盡快推行創新便利嘅通關安排，更便利兩地嘅創科人才往來。除咗法規嘅對接，空間同樣需要對接。同佔地約300公頃嘅深圳園區相比，香港園區嘅面積就只得87公頃，喺一定程度上限制咗其承載力同產業集聚嘅效應。過去香港創科發展嘅其中一個核心痛點係缺乏大片完整可負擔嘅產業用地。科企唔單止需要實驗嘅空間，更要可以支撐研發、中試、生產，以至係產業鏈協作嘅完整生態空間。我喺修正案嘅建議，爭取將毗鄰佔地210公頃嘅新田科技城核心創科土地納入河套合作區，推動河套香港園區擴容，發展成深圳園區規模相若嘅大河套區，實現兩園喺空間、產業同埋政策上嘅等同協同，形成具國際競爭力嘅創科集群。我嘅修正案亦都建議政府要盡快制定同埋推出優惠嘅政策包。我相信企業考慮係咪落戶香港，必然要考慮成本、潛力等唔同嘅因素，所以跨境優惠政策包應該盡快出台，提高我哋嘅競爭力。我建議當中可以包括向重點科企提供稅務嘅減免，設立深港創科研發通行證，便利人員嘅往來，設立專項跨境科研基金，喺安全可控嘅前提底下，促進河套區內嘅科研數據跨境流動。政策包亦都應該強化同大灣區內地城市嘅聯動機制，讓成果同埋收益喺區域內共享。北部都會區關乎香港未來嘅發展同經濟轉型，創科發展一日千里，我哋必須要加快步伐，學格思維，打破常規，從法規、土地等唔同嘅方面係拆牆鬆綁，從軟件制度上加快釋放北都嘅潛力，通過法例對接、空間整合同埋政策創新三管齊下，匯聚創科人才、企業來港。同時，牛潭尾嘅醫學院同埋大學城亦都可以配合創科產業發展。主席，我發言支持原議案同埋其他修正案，亦都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我嘅修正案。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